箴言和合本第17章1至28節，設筵滿屋，大家相爭，不如有塊乾餅，大家相安。僕人辦事聰明，必管轄而收之子，又在眾子中同分產業。鼎為煉銀，爐為煉金，唯有耶和華熬煉人心。行惡的留心聽奸詐之言，說謊的側耳聽邪惡之語。戲笑窮人的是欲沒做他的主。愚頑人說美言本不相宜，何況君王說謊話呢？子孫為老人的冠冕，父親是兒女的榮耀。幸災樂禍的必不免受罰。賄賂在饋送的人眼中看為寶玉，隨處運動都得順利。遮掩人過的尋求仁愛，屢次挑錯的離間密友。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心，強如責打愚昧人100下。惡人只尋背叛，所以必有嚴厲的使者奉叉攻擊他。寧可遇見雕仔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見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以惡報善的禍患必不離他的家，紛爭的起頭如水放開，所以在爭鬧之先必當止息爭競。定惡人為義的，定義人為惡的，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。為何手拿價銀買智慧呢？愚昧人既無聰明，朋友乃時常親愛，弟兄為患難而生。在鄰舍面前擊掌作保乃是無知的人，喜愛爭競的是喜愛過犯，高立家門的乃自取敗壞。生愚昧子的陷在禍患中，尋不着好處，泄弄是非的，心存邪僻的必自受苦。愚頑人的腹毫無喜樂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使骨枯乾。惡人暗中受賄賂，為要顛倒判斷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極。寡少言語的有知識，性情溫良的有聰明。刑罰義人為不善，責打君子為不義。愚昧子使父親愁煩，使母親憂苦。愚昧人若靜默不言，也可算為智慧；閉口不說，也可算為聰明。